好多時啲上市公司下邊有好多 subsidiary 啦，即係可能我開一間餐廳，我都已經有一間有限公司喺度啦。咁而你一啲咁嘅附屬公司咧，你要去進行清盤嘅時候咧，就一定要發通告嘅。咁以往咧，我哋統計翻咧，即係17到19年啦，疫情前嗰3年咧，咁大概咧都係得216份啫。除即係翻開講緊3年先200幾份。係啦，咁除翻一年咧都係70份到嘅啫。咁但係去到2023同埋2024年咧，分別啊每年啊就有213份同埋267份嘅。咁去到今年啊，截至去到520咧，5月20號啦，就已經有111份。即係反映到嘅就係，就算咧上市公司控制住一啲 subsidiary 咧，都出現一個結業啊、清盤啊，即係佢哋都需要做一個瘦身嘅情況出現啦。即係好多叫做唔賺錢嘅公司啦，或者擺喺度嘅公司啦，甚至乎以往叫做砌埋嚟谷夠嗰個市值收入嘅公司咧，可能都出現清盤情況。平時諗住即係養大一間公司，即係擺定多啲實施喺度咧，就諗住壯大聲勢。平時好多都係就咁揼錢養嘅，但係而家連養住佢哋嘅能力都冇。